大家好，我是婉玲。今仔日我要来念《泛影号》的期行第36页到40页。伊带我行入一间图书室，迄间船顶的图书室虽然无大间，毋过真有气味，有闪面壁的册架仔，中央放2排长形的读册桌。另外，阁有一片小门通对内底经。我予线装古册气味吸引，迄亲像是我细汉的时，伫阮舅公开的老汉药房闻到的味，毋过味阁较厚，敢若一支蜡过补药汤的后匙仔，存来伫片仔头前。伫海涌起伏之间，我的胃无啥爽快，只好随意伫册架仔顶头前看册。遮有足侪是日文的线装册，亲像有马庆训练，要安怎读啊？有马精神训练，有马精神训练，外国通信事录等等，拢是日本江户时代留落来古册影本。另外，阁有一本汉文的单小牙的外记，引起我的注意。我进前读台湾府志的时，内面有引用到这本册的资料，写讲闽都督吕大猷讨海口林道乾战败。毋是啦，哦，明都督吕大猷，闽都督明都督都督吕大猷吕大猷讨海口讨海口林道乾，道乾。好啦，这段你了。明都督吕大猷讨海口林道乾，道乾战败，下州打鼓山下，恐福来攻，掠山下讨反杀至，此机ฮ็含花以故州，有反走阿胶那社，搁念一个。毋好讲糟蹋啦，明都督吕大猷讨海口林道乾，道乾战败，下州打鼓山下，恐福来攻，掠山下讨反杀至，此机ฮ็含花以故州，有反走阿胶那社。这个是。足侪人找无迄本册的原本，毋过遮竟然有，我才知影，原来这是一间了不起的图书室。丽芬讲伊已经伫船顶一段时间，对即只船去到南洋真侪港口旅行表演。伫船顶，伊嘛受朋友拜托，斗相共咧翻译一寡物件。伊有一支声音非常好听的台湾乐琴，伊嘛会晓做歌。伫日本读册时，伊与一位东律的大师学雅乐。当伊开始旅行了后，就用表演的收入赚旅费。身边的歌之神随时拢看顾伊，带伊唱出无共时空的动人歌曲。除了表演唱歌，伫几个热带小岛，伊已经学会晓浸水味。对啦，你甲阮小弟敢毋是嘛捌伫迄个大陂顶水味？伊雄问我。是啦，
毋是干若浸水味，伫迄个季节，着伫恁兜较过去。伫迄条菱角田边仔的路，有一道用烟线搭的，用用网仔的用有网仔的篱笆，篱笆顶悬有大片叶仔的树藤，捻去了后，有一种阮拢叫做刺毛狗虫的，就伫捻去的藤叶顶悬赖踅。阮伫迄条菱角田边仔的路停骹，互相甲衫仔顶悬的刺毛狗虫爬落来。刺毛狗虫落甲规涂骹，若是过去，我一定会甲因落死。毋过迄天我完全无迄个心情，随在因伫红砖仔路顶悬踅。我知影迄款虫，我嘛是讲刺毛狗虫丽芬讲。你家当阁会记，迄是有莲花甲大水漂的比。大水漂的下底有毒鬼仔，大头莲甲较只偏银色的细尾水蛇。迄条悬悬的铁枝路对比的中经过，铁枝路甲比切做两轨，东边叫做大比，西边叫做小比。铁枝路遐有足济细粒石仔，亲像馒头互人掰做两边的迄种石仔，对石头碰呢，生真济圆仔花出来。伫铁枝路的两边，红红的圆仔花会使一路生炭到阮行袂到的车头遐。我当然嘛会记，伊的声调，互我相信伊有想起迄个秋天，伊甲我斟喙皮的暗暝。那安尼，你一定会记得迄个叫做赖维比的大比，四围拢是田洋，是稻仔、蚵仔田甲菱角田。伫比的北边接一条大圳沟出来，大圳沟伸入田洋，流过社头的人家厝。是，我会记。你嘛一定会记迄条水圳经过另外一片田洋甲人家，流去到府城的城墙骹，最后会淌到龟山边的莲池潭。我当然会记。伊镜头看我，伊的眼神起望，互我意乱情迷。伊的眼神起望，互我意乱情迷。船伫海涌中起落，毋过即个小小的空间恬静落来。伫海涌的韵律内面，丽芬身躯的曲线，伫伊迄领夏天的洋装内底轻轻仔喊来喊去。对，我意识到，甲囡仔时代阁有无共的一点是，我已经比伊较悬啊，所以伊需要镜头看我。想想，阮的眼神交缠做伙，迄敢若是互时间的吸线吸斗阵的两块吸石，是互时间洗净过的天真甲新出现的欲望之间互相的透蓝交缠。假使丽文若无阁开喙，我感觉我就会甲伊大力摔伫涂骹，甲伊身躯迄领洋装脱落来。即句，假使丽芬若无阁开喙，我感觉我就会随甲伊大力刺伫涂骹，甲伊身躯迄领洋装脱落来。你一定爱互我一个解说，是安怎你还无对象？敢讲迄了后你就无阁大汉？伊问我。我当然捌有过对象。我讲，只是后来我的身体出一寡状况，一切结束啊。哦，原来。啊你咧？我嘛捌甲几个查甫人做伙过，才知影拢是悲剧。我即马是爱情的右派分子啊！对啦，你的船舱敢有露台？你敢无感觉遮伤热？无，我是海景外舱的船票，无露台。
我的船舱有露台，会当看影甲星。你敢有想要吹海风？亲像等候足久的命运共款，伊带我行去伊的船舱，迄是家己住的房间，正中有一张特大的双人眠床。阮一行入房间就无搁讲话，伊命令我坐伫床边，点点甲我的衫脱落来、刷落。阮敢若相拍电共款，伫船头相揽，对海影的韵律驶入一个新的航程。泛银河的奇航，朗读接力成功。